后，你们怎么站在这儿？义渠君不让我们进去服侍。你们去门外候着吧。是。你怎么背上又多了伤口？两军交战，哪能没有伤啊？哎，那这肩上的伤呢？嗨，这是上月与林胡人交战，不小心被斧头蹭了一下。这一蹭，就差点砍掉了你的肩膀。肩上伤口正在长肉呢。哎，不准用手抓，好不容易刚刚结了疤。月儿，还是你这儿舒服呀，住下来就不想走了。那就别走了，省得我整日提心吊胆。那可不行，你天生就离不开这一道道宫墙，一道道门。我却离开了草原不能活。我没逼你跟我回草原，你也别勉强我住到你的四方天里来。你这匹不知归家的野马，你怎么就不惦记我，不惦记福儿？你手下将士成千上万，何必要亲自披挂上阵，让白起、魏冉替你领兵打仗，不好吗？我们一群人的兵马，只能我们一群人率领。啊，说到这儿，一会儿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月儿，我想好了，下次再出门，我想带上福儿，让她跟我回草原看看。福儿，她才7岁，7岁不小了，哼，是该让她掌管草原的时候了。等以后我老了，打不动了，我就让这小子替我去打仗。福儿是秦国公子。我已经给他封了城池，将来他麾下自有百战之将，何必要他亲自出征打仗？你这是慈母多败子，你想把我们福儿养成屋檐下的小家雀啊？不骑马不打仗，哪能算得上我们义渠的男儿？义渠人和秦人各有长短。义渠人到了秦国就要学会秦国的规矩，并非事事都要靠刀剑和拳头。好男儿也不必从生到死都在马背上。你说的好男儿就跟你儿子一样，啊，永远在人面前唯唯诺诺，俯首帖耳。什么我儿子你儿子，他们都是你我2人的孩儿。继儿有何不好的？知书懂礼，善解人意。倒是你，身为长辈，故意招惹他。今日家宴若不是继儿大度，我还不知如何收场。他不高兴，动手就是了。你要跟自己的孩儿动手吗？哼，算了，他姓什么呀？姓嬴，他不姓翟。哼，在这个宫里啊，连我自己的儿子都不能随我的姓。哼，你是诚心想有一日断绝我们的父子亲情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眼睛不瞎，
嬴稷从来没有把我当成父亲。他父王在他10岁的时候才早的，他心里惦记生父，不容易转还。他是小孩子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他还小孩子，他都要生儿育女了，只有你仍然把他当个孩子。我不和你说了。今日你是诚心与我胡闹。我可没胡闹啊，我说的都是正经事。你这个太后再威风，那也是我们义渠的女人。若朝廷分个有亲有疏，那也得先让好事落在我们义渠人的头上。说到底，这秦国天下也有我们义渠人的一份儿。太后，雍大人魏将军求见。请他们进来。是。太后，怎么了？昨日半夜，楚王米怀买通身边的侍卫看守，逃出行宫，不知下落。派人搜捕了吗？已下令秦军封锁各路关卡，缉拿米怀。来，走吧。哦，下一个。走吧。哦，你抬来看看。可以吧？你，来，不接。明日这是怎么了？如临大敌的。来，后面的。听说那楚王米怀跑了，眼下正满城搜捕他。哦，哼，走吧。这么多人，看不住一个楚国老头，让他眼鼻子底下溜走了。哼，一群废物。走，走吧。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排队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老子是谁不知道吗？将军，今日大王有令，任何人出入咸阳城都当接受盘查。这咸阳城就是老子带人拿下的，你们大王的王位也是我等拿性命换来的。你说，该查不该查？啊！将军，军命难违。闪开！将军，闪开！跟我来！是。闪开！敢挡老子的道！胡威将军，蒙将军，我等都是大秦命官，既然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就该按照大秦法度办事。义渠将士不在军营之内，就要遵守大秦律法，任何人不得违背。更何况，今日情况特殊，要缉拿要犯。我虎威已经出了大营，来到了咸阳城。蒙将军，你说这些废话什么意思？想打架呀？来呀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持械私斗，都不想活了？收起来！